歡迎收睇《東張西望》。尋晚屯門鬧市就發生警員用槍擊斃刀手嘅事件啦。咁第一時間令到好多人都即刻諗起2023年喺鑽石山商場發生，同埋1個月前喺台北發生嘅無差別斬人事件。相信大家都好想了解下究竟發生咩事，我哋即刻去睇下事情嘅始末。以下嘅內容可能會引起情緒不安，敬請留意。尋晚喺屯門發生觸目驚心嘅槍擊案，一個持刀男人喺街頭揮刀同徘徊，後嚟更加行入商場，更懷疑挾持同襲擊一名無辜女途人。千鈞一髮之際，最後警員開咗2槍，疑犯送院不治。我哋而家嚟到事發嘅現場啦，正就喺屯門大會堂對出嘅商場出入口啊！見到現場已經解封咗，而且係冇任何嘅痕跡㗎。案發後冇幾耐，我哋嘅報料熱線立即收到目擊者嘅報料，同我哋講述事發經過。喺隔離紅屋間餐廳度食飯，食下，突然之間聽到出面有啲嘈嘅聲，咁我以為佢係普通嗰啲嗌叫嗰啲啊，咁啲越望越唔對路，見到出面啲人開始走，然後咁我冇反應嘅，然後直到突然之間聽到2下左右嘅槍聲。然後我哋成間餐廳啲人開始走啦。其實疑犯行兇前嘅2個鐘，原來有的士司機已經留意到佢嘅怪異行徑。發生個槍擊事件，跟住我睇翻 CCTV 嗰條友嗰個樣咧，同埋佢拎住個紅色膠袋噶嘛，咁就好似呢個人啦。咁就好彩，琴日冇上我架車咯。我琴日5點15分左右啦，喺大興的士站排隊，咁前邊咧就有個男人喺度行嚟行去，喺我車頭前面行嚟行去，咁就自言自語喎。咁我唔知佢係講緊 hand free 定點樣啦。咁個樣咧就好似好嬲咁樣，同埋佢自言自語啊，即係神情恍惚咁樣咧講嘢咧。即係有好似即係有少少精神問題咁樣，咁所以我就影低，send 咗俾朋友。隔多5分鐘，佢都係不斷咁樣行嚟行去，跟住最後佢上咗前面嗰架車。網上流傳 CCTV 片，亦見到晚上7點左右，疑犯走入商場內一間超市小食店嘅廚房，趁男職員清洗用具嗰陣，喺佢旁邊攞走咗一把長約12寸嘅刀。職員發現後一度追問對方，但疑犯未有理會就離開現場。超市方面亦都報咗警。過咗大約10分鐘之後，疑犯持刀走到商場外遊蕩同埋揮刀。何生當時就拍低咗事發經過。琴晚我就大概7點20分左右，就喺市中心一間食肆就嗌緊外賣，就見到一架閃晒燈嘅警車駛過，跟住見到入邊啲差人咧就拎住晒盾牌嗰啲衝落車，就衝向呢個男仔嗰度，跟住應該叫佢唔好喐，放低武器嗰啲嘢，跟住就發生咗爭執。就見到呢個男人就攞住把刀嘅，期間就聽到一下聲音卜咗一聲，我唔知佢開咗啲咩嚟㗎啦。跟住呢個男仔咧就掉頭衝入商場，再影到嘅時候咧就見到佢掹住個女仔，諗住挾持佢，跟住就之後就警察就開咗槍，跟住個女仔都好驚咯，係咯，喊晒我見佢都。大家反應咪好混亂咯，其實我呢邊啲人就話咗2聲咯。商場 CCTV 片更加清晰見到警察制服持刀男子驚心動魄嘅一刻。當時大量途人走出商場向外四散，跟住見到疑犯衝出嚟，佢一手攞住把刀，一手扯住女途人斜孭袋條帶，女途人即刻成個人跌落地，疑犯將佢挾持同埋仍然不斷揮刀。警員向疑犯施展胡椒水劑，但警告無效。之後警員果斷連開2槍，疑犯嘅胸口同右肩中槍後被制服，送院後證實不治，女途人亦受傷送院。我喺巴士站、巴士總站嗰邊，我自己就因為距離有啲遠，我就淨係聽到佢哋尖叫聲，咁我就諗住成啦，就見到成扎人跑走咗咯。咁我嗰陣係就有啲驚嘅，咁所以我就轉頭就即刻上咗巴士度走咗咯。係好惶恐咯，即係你知道警察開槍喎，即係開槍嚟講唔係一件小事嚟噶嘛。我就一啲都唔擔心嘅，香港嘅不嬲個治安都好好嘅，只不過係一個突發事件啦。咁係無可避免嘅。
警方公布涉案嘅係一名34歲本地男子，有黑幫背景同案底，事後亦喺疑犯嘅隨身物品中搜出伸縮警棍同埋毒品，唔排除受毒品影響犯案。